但先别急住绝望，因为今天这里有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好消息要带给您。有几种天然的蔬菜，那些您自家厨房冰箱里可能已经随手可得的常见食材，或许就是帮助您能够一觉安稳睡到天亮的关键秘密。请想象一下，这些蔬菜就像是驻守在您体内安静而尽责的守护者，他们在幕后默默运作，有助于稳定血糖波动，强健肾脏功能，并精准地调节体内的体液平衡。这3个关键生理因素一旦失去控制，往往就是导致频繁夜间排尿，让您整晚辗转反侧的元凶。在今天的深度分享内容中，我将为您揭晓3种经过科学研究证实拥有强大功效的蔬菜，它们能显著减少您半夜被迫醒来上厕所的次数，让您的睡眠品质得到根本性的改善。请注意，我们今天谈论的不仅仅是那些水分含量高的普通绿色蔬菜而已，这些是被视为强效的天然食疗方案，能够真正深层支持您的睡眠系统与整体健康。特别是对于那些正在努力管理糖尿病，或是有轻微肾脏功能困扰的熟龄朋友们来说，这些资讯更是至关重要。如果您正在寻找一种简单、天然、无副作用且非药物的方法来改善睡眠障碍，请务必坚持看到最后，因为这些蔬菜可能就是您苦苦寻觅已久，能够改变生活品质的转捩点。在我们正式进入主题之前，如果您希望持续收到这类实用、接地气且能够立即应用在台湾日常饮食中的健康秘诀，请别忘了持续关注我们专门为健康生活打造的资讯内容。您的每一个订阅、支持、按赞、鼓励以及在下方的留言互动，都是我们保持联系与持续创作的动力。请相信，您绝对值得拥有深层、修复力强且不被中断的高品质睡眠。而我之所以在这里，就是要协助您一晚接一晚的重新找回那份久违的安稳与活力。让我们首先从一种看似再普通不过，但实际上却能提供非凡健康益处的蔬菜开始谈起小黄瓜。这种口感清脆、消暑解热且极易入口的食材，在台湾的餐桌上非常常见。但小黄瓜绝不仅仅是一种清爽的开胃菜或点心而已。对于那些正在辛苦管理糖尿病的朋友，特别是深受频繁夜间排尿，医学上称为夜尿症所苦的人来说，小黄瓜绝对可以成为您最强大的健康盟友。夜尿症这种状况不仅带来生活上的极大不便，它更会无情地打断您的睡眠周期，让您在白天感到持续的疲惫不堪，并大幅削弱您的精神状态和整体的幸福感。幸运的是，小黄瓜可能为此提供最天然的缓解方案，归功于它们极低的碳水化合物含量以及极高的水分浓度。小黄瓜有助于稳定体内的血糖水平，这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是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同时，它还能在完全不增加肾脏代谢负担的情况下，为身体细胞进行深层的补水。我们都知道，适当且有效的水分补充是健康的关键。它不仅有助于调节血液中的葡萄糖浓度，还能支持健康的肾脏过滤功能和体液平衡。在众多蔬菜中，很少有能像小黄瓜那样既能有效且温和地补充水分，又不会因为含有过多糖分而让血糖飙升。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生理平衡。此外，小黄瓜还在另一个至关重要的生理过程中安静地提供强大的协助。它们能帮助身体更有效率地排出累积的毒素，并支持健康的消化系统运作。这两者对于维持稳定的代谢健康至关重要，特别是对于那些患有代谢症候群或慢性疾病的人来说。
这些好处当然不仅限于糖尿病患者，任何想要保持身体适当水分病，希望主动保护肾脏健康的台湾民众，都能从日常饮食中添加小黄瓜而获得显著的益处。但它的好处还不仅于此，小黄瓜还富含各类强效的抗氧化剂，例如类、黄酮和单宁。这些珍贵的植化素成分能对抗体内有害的自由基，并显著减少氧化压力。氧化压力是糖尿病患者特别容易受到攻击的弱点，如果不加以理会，长期的氧化损伤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并发症。对于那些经常在半夜2、3点醒来，不得不去上厕所的人来说，小黄瓜可能正是您一直在寻找的天然解答。小黄瓜拥有一种非常独特的特质，它在体内运作时就像一种极其温和的天然利尿剂，能帮助身体排出多余滞留的液体和废物，却完全不会像化学利尿剂那样给肾脏带来额外的压力或副作用。因此，它可以帮助显著减少夜间跑厕所的次数，让你有机会享受更深层的连续睡眠，早晨醒来时感到真正的神清气爽，头脑清晰。我们进一步来探讨水肿或是体内液体的不正常堆积，往往是造成夜尿症最常见的原因之一。小黄瓜有助于调节身体精密的水分平衡机制，支持肾脏功能顺利运作，而不会使其过度负荷。当体内的水分水平得到适当管理时，膀胱所承受的压力自然就会减轻，夜间排尿的频率也会随之显著下降。除了排出多余的液体，小黄瓜还有助于调节体内的钠盐水平，这是一个经常被忽视但直接影响水分滞留的关键因素。在台湾的饮食文化中，有时候我们不小心摄取了过多的盐分，高钠水平会导致水分积聚在组织间隙，造成腿部、脚踝和手部的水肿，这会进一步恶化夜尿的症状。小黄瓜能支持多余盐分的排出，帮助您的身体维持更稳定的内部体液平衡。这对糖尿病患者来说尤为重要，因为当血糖水平波动剧烈时，无论是过高还是过低，身体的体液调节机制都会受到严重干扰，水分滞留会恶化，导致身体感到胀气、沉重感和不适。这种感觉在夜间躺下休息时会特别明显，归功于其高含水量和温和的利尿调节作用。小黄瓜可以有效缓解这种不适，减少组织肿胀，并帮助您更容易进入梦乡，而不会因为膀胱过度胀满的信号而不断醒来。最棒的是，您不需要任何复杂的烹饪程序就能享受它的好处，只需一道简单的凉拌小黄瓜沙拉就足够了。这里提供一个适合台湾口味的快速简单食谱，供您参考。拿几条新鲜的小黄瓜，彻底清洗干净后，根据您的喜好切成薄片或半月形，在碗里将切片鱼、少许优质的特级初榨橄榄油、一点新鲜挤出的柠檬汁和一小撮富含矿物质的玫瑰盐混合，搅拌均匀，直到每一片小黄瓜都裹上酱汁。为了增加风味层次，您可以随意撒上一些现磨的黑胡椒粒。这道沙拉虽然制作简单，但营养丰富，极具补水功效，对消化系统和抗发炎都有很大的帮助。最重要的是，它是夜间频尿问题的天然助攻手。您可以将这道小黄瓜沙拉作为午餐或晚餐的配菜，它口感清爽，具有舒缓作用，有助于在睡前调节体内的体液水平。如果您是个生活节奏总是忙碌，或是不喜欢天天吃沙拉的人，简单地在您的饮用水中加入几片小黄瓜，做成小黄瓜水，也能带来很大的不同。这种带有天然清香的风味水，很容易在一天中饮用，能鼓励
您增加健康的液体摄取量，减少由高血糖引起的假性口渴，并帮助您远离那些可能恶化糖尿病症状的含糖手摇饮料。无论是做成沙拉还是浸泡在水中，小黄瓜都是一个多功能且强大的食材，帮助您消除多余液体，平衡钠含量，减少肿胀病，缓解夜尿症，让您每晚都能享受更深层、更安稳的睡眠。如果小黄瓜已经是您餐桌上的常客，请在下方留言分享说小黄瓜是我的首选。让我们看看有多少注重健康的朋友已经走在正确的轨道上。如果您以为小黄瓜已经是拯救睡眠的蔬菜之王，那请稍等，直到您认识下一位重量级主角智瓜 Zucchini。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智瓜不仅容易料理享用，还带来广泛且深远的健康益处。这种在台湾市场越来越受欢迎，外表看似不起眼的蔬菜，有助于身体深层补水，提供宝贵的膳食纤维。最重要的是，它能强力支持健康的肾脏功能。这反过来有助于显著减少夜间需要起床排尿的次数。这对许多高血糖患者来说，是一个令人沮丧且常见的生活难题。智瓜之所以成为糖尿病友善饮食中的佼佼者，主要原因之一是其极低的升糖指数 ，GI 值低 GI。食物会让葡萄糖以非常缓慢的速度释放到血液中，这有助于防止饭后血糖水平突然飙升。这是整天维持血糖稳定的关键因素。保持血糖平衡不仅让您的整体精神感觉更好，还能降低严重的肾脏相关并发症风险。而肾脏压力正是糖尿病患者慢性夜尿症背后的隐形推手之一。此外，智瓜因其温和的风味和极高的料理多功能性而广受赞誉。它可以清蒸、快炒、烘烤，甚至做成欧美非常流行的智瓜面 Zoodles， 提供了无数种将其融入台湾日常餐点的方式。这种极佳的适应性使其成为任何支持安稳睡眠、健康消化和更好代谢功能饮食计划中不可或缺的宝贵补充。智瓜不仅以低升糖指数闻名于世，它同时也是必需营养素的超级宝库。这种蔬菜含有大量的可溶性纤维，有助于改善消化道健康。更重要的是，能减缓糖分吸收进入血液的速度，因此它有助于稳定血糖水平，并防止饭后血糖的剧烈波动。这对糖尿病患者的日常控制来说至关重要。除了丰富的纤维，智瓜还富含维生素 C， 这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剂，能增强您的免疫系统并支持皮肤健康。它还提供大量的钾离子，这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矿物质，有助于调节体液平衡并确保肾脏运作顺畅。维持适当的钾水平对糖尿病患者特别关键，因为这种矿物质在控制血压和降低肾脏损伤风险方面也发挥着关键作用。我们都知道，肾脏损伤是长期高血糖最常见也最令人担忧的并发症之一。智瓜还含有天然的高水分结构，使其在减少夜尿方面非常有效。夜尿是指夜间多次醒来排尿的状况，通常是由于体内的体液不平衡所致。在饮食中加入像智瓜这样富含结合水的蔬菜，有助于确保充足的水分补充，同时减轻肾脏的过滤工作负担，特别是在夜间休息时段。此外，智瓜支持身体排出多余的钠，这是导致水分滞留、身体肿胀和夜间频繁排尿的主要因素。当体内的钠的道适当管理时，体液滞留的情况会变得更加稳定，有助于减少半夜醒来上厕所的频率。智瓜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好处是，它能够支持电解质的平衡，
像钾、钠和镁这样的矿物质，对于维持体液总量和保护肾脏功能至关重要。对于经常经历血糖波动的糖尿病患者来说，维持稳定的电解质，对于防止液体积聚和肾脏过劳是绝对必要的。归功于其丰富的钾含量，制瓜有助于减少钠的异常积累，从而降低肾脏压力病，减少夜间跑厕所的次数。当体内的液体水平得到适当调节时，您可以避免脱水和水分过多。这两个极端，这两个问题经常交替影响糖尿病和夜尿症患者。简而言之，制瓜不仅仅是一种补水蔬菜，它更是有助于维持电解质平衡稳定、血糖并保、护肾脏健康的超级食物。凭借所有这些好处，它成为减少夜间排尿和改善整体饮食品质的最有效和多功能的食物选择之一，特别是对于那些正在积极管理糖尿病的朋友们。享受制瓜最有趣和最有创意的料理方式之一，是将其片成蔬菜面条，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制瓜面 （zoodles）。制瓜面是使用螺旋切丝器制作的细长、柔软且清爽的制瓜丝。这是一种简单的厨房工具，可以将整条制瓜转片成类似传统意大利面或台湾油面的精致卷曲状。这使得制瓜面成为常规淀粉面条的绝佳低卡路里、低碳水化合物和富含纤维的替代品，非常适合那些需要严格管理血糖水平的人。您可以通过用橄榄油、蒜末和您喜欢的香草轻轻拌炒制瓜面来快速准备这道菜。橄榄油提供健康的单元不饱和脂肪，而大蒜和罗勒或奥勒冈等香草则增加了风味层次感，提升了制瓜天然温和的清甜风味。制作过程真的很简单，将制瓜清洗干净，切掉头尾两端，然后使用螺旋切丝器制作面条，在平底锅中加热一点橄榄油，放入制瓜面，快速拌炒几分钟，直到片软即可。用少许盐、胡椒和香草调味，您的健康佳肴就可以上桌了。制瓜面可以作为清淡的主菜，也可以作为营养丰富的配菜，搭配鸡胸肉或鱼肉等蛋白质食用。凭借其低碳水化合物含量和高水分体积，这道菜不仅强力支持血糖控制，还提供天然的水分补充，有助于减少夜尿，也就是频繁的夜间排尿。这对糖尿病患者的生活品质改善非常有感。如果您不喜欢快炒料理，烤制瓜是另一个很棒的选择。高温烘烤能带出蔬菜的天然甜味，同时保留其营养价值和水分。只需将制瓜切成圆片或半月形，涂上薄薄一层橄榄油，撒上盐和胡椒，然后排列在烤盘上，以摄氏200度烘烤约20分钟，直到边缘呈现金黄软嫩。为了增加风味，可以在上菜前撒上一些帕玛森起司粉或新鲜香草。对于更台式的咸香做法，可以尝试将制瓜加入汤品或炖菜中。它温和的风味能轻松与其他蔬菜和蛋白质融合，且由于其高含水量，制瓜有助于缓和菜肴的质地，同时促进体液平衡并支持肾脏功能。无论您如何准备，无论是做成制瓜面、烤制或在汤中炖煮，制瓜始终是一种多功能且营养丰富的食材。特别是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它提供的远不止味觉享受，从血糖调节和纤维含量，到维生素 C、钾离子的补充、肾脏支持以及减少夜间排尿，好处多得数不完。如果制瓜是您经常享用的食物，请在评论区输入“制瓜在我的盘子里”，让我们看看还有谁已经从这种强大的蔬菜中获益。意味制瓜已经，
很令人印象深刻了吗？接下来要介绍的菠菜将让这一切更进一步，请继续看下去。真正的游戏规则改变者即将登场。菠菜因其独特的营养成分和保护性植物化合物，作为管理夜尿症的强大天然辅助品，而受到医学界与营养学界的高度关注。如果您已经体验过小黄瓜与之瓜的补水好处，现在可能是时候将注意力转向这种深绿色的叶菜类了。菠菜不仅仅是烫青菜或沙拉的基本配料，它提供了丰富且深层的健康益处，可以显著影响您的血糖稳定度和睡眠品质。菠菜富含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维生素、矿物质和抗氧化剂，对于糖尿病患者或受夜间频尿困扰的人来说特别有价值。这种蔬菜是一个真正的营养宝库，使其成为任何均衡饮食计划的必要补充。它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来自镁，这是一种关键矿物质，直接影响身体处理糖分的方式。镁有助于胰岛素有效运作，支持其管理血液中葡萄糖水平的能力。当胰岛素功能不正常，也就是所谓的胰岛素阻抗时，血糖往往会升高，这是第二型糖尿病的主要标志。多项研究表明，增加镁的摄取量可能有助于身体对胰岛素产生更好的反应，从而随着时间推移，使血糖控制得更稳定。对于那些试图控制血糖的人来说，菠菜是天然的最佳选择。它是最好的植物性镁来源之一，使其成为改善胰岛素反应和预防疲劳及肌肉抽筋等并发症的策略性食物。这些并发症通常伴随着血糖控制不佳而来，但好处不仅于此。菠菜还提供大量的膳食纤维，这是管理血糖的另一个关键成分。纤维有助于减缓葡萄糖吸收进入血液的速度，防止血糖出现。那种可能对肾脏造成巨大压力，并导致频繁排尿，特别是在夜间的快速升降波动。通过平缓这些血糖波动，菠菜支持更好的消化系统运作和营养吸收，同时减轻肾脏的过滤压力。稳定的血糖不仅有助于保护肾脏健康，还在减少夜间跑厕所的频率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这对许多糖尿病患者来说是最令人沮丧的症状之一。此外，菠菜纤维的消化益处可以支持那些想要管理体重或预防常见肠道问题的人。菠菜之所以成为天然的强者，还归功于其富含抗氧化剂，如维生素 C 含 E， 这对糖尿病患者尤为重要，因为这些抗氧化剂有助于中和体内有害的自由基。这些自由基是慢性发炎的主要促成因素，而慢性发炎正是糖尿病恶化的关键推手。当身体处于发炎状态时，其正确使用胰岛素的能力会受损，使得调节血糖水平变得更加困难。通过在日常饮食中添加菠菜，您可以帮助减少体内的发炎、反应病，降低心血管疾病、神经损伤和肾脏问题等长期并发症的风险。除了抗发炎特性外，再次强调，菠菜也是镁的绝佳来源，这是肾脏功能必需的矿物质。我们知道糖尿病患者罹患肾脏病变的风险较高，而研究显示，镁在维持体内液体和电解质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因为菠菜天然富含镁，它支持健康的肾脏运作，并有助于缓解膀胱敏感度，这是夜间排尿冲动的常见原因之一。但这个还不是全部，菠菜还有助于维持适当的水分，这对经常与水分滞留和脱水问题搏斗的糖尿病患者来说特别重要。当血糖升高时，身体倾向于通过尿液排出多余的葡萄糖，导致更频繁的跑厕所，特别是在夜间。由于其高含水量，菠菜有助于补充流失的体液并支持整体水分补充，
这可能会缓解夜间排尿的需求。此外，菠菜含有具有温和利尿特性的天然植物营养素，这些化合物帮助身体调节其体液水平，而不会像药物那样引发过度排尿。这使得菠菜成为因对夜尿症的人的绝佳选择，因为它有助于恢复膀胱健康的夜间平衡。虽然它的作用可能不如西药利尿剂那样强烈迅速，但菠菜仍然提供了一种温和、天然且可持续的方式来支持肾脏功能并促进更好的体液控制。除了补水和温和、支持体液平衡的能力外，菠菜还有一个令人惊喜的红利，它富含纤维，可以极大地有益于您的膀胱健康。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这特别有价值。为什么呢？因为当血糖水平剧烈波动时，肾脏必须加班工作以排出多余的糖分，通常导致更频繁的跑厕所，特别是在夜间。纤维有助于平缓这种如云霄飞车般的血糖波动，它减缓糖分释放到血液中的速度，防止突然飙升。随着血糖水平更加稳定，肾脏承受的压力减少，从而减少夜间睡眠的中断，带来更深层、不被干扰的优质睡眠。但菠菜的优势并不止于此，它还富含钾，这是身体用来控制体液水平的矿物质。钾作胃钠的平衡砝码，当我们摄取过多盐分、钠时，会导致身体滞留水分，并恶化胀气或尿急等症状。通过帮助排出多余的钠钾，支持更好的肾脏运作并促进更舒适的膀胱节律，特别是在夜间。这种矿物质的平衡使得菠菜成为任何因对夜尿症的人的强力盟友。定期将其添加到您的餐点中，可以减轻肾脏的压力，改善膀胱控制，并减少您半夜醒来需要上厕所的频率。魔力就在于菠菜的营养三重奏：镁、纤维和钾，它们共同帮助您保持水分，支持健康的肾脏，并稳定血糖水平。这些全都是管理夜尿症的关键因素。另一个好处是，菠菜热量极低，非常适合那些试图控制体重的人。正如我们所知，维持健康的体重有助于调节血糖并降低夜间排尿等并发症的风险。菠菜也非常多功能，容易融入台湾的家常菜中。无论是生吃做沙拉，打成现在流行的绿拿铁、蔬果昔，还是轻轻烹煮，它都能毫不费力地融入几乎任何餐点中。通过蒸、水煮或清炒来烹调菠菜，不仅能软化其纤维质地，还能增加身体吸收铁、含钙等重要营养素的能力。这些营养素支持骨骼强度和重要生理功能。有时候，生活中最小的改变会带来最大的不同。只需将我们今天分享的这3种蔬菜——小黄瓜、智瓜、菠菜，有意识地加入您的日常饮食中，您可能终于可以告别那些令人沮丧的夜间厕所之旅，找回久违的一夜好眠。您呢？这几种蔬菜中，您最常吃哪一种？请在下方的评论区告诉我们您的喜好或经验。您的故事可能会激励其他走在相同健康旅程上的人。别忘了按下订阅按钮，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下一支影片。我们将继续分享简单但强大的健康秘诀，帮助您每天睡得更好、更健康，并更有效地管理糖尿病。我们下次见。